我畢咗業之後，其實我做咗保險先嘅。點解會離開咗保險呢？其實我就係睇咗張繼聰一個演唱會，佢嗰個演唱會佢入邊有個 speech，佢就好啟發到我。咁啱講緊嘅係我嗰陣時睇緊嘅一本書，叫做《零極限》啊。佢講到如果你將吸引力法則推到去最極致嘅時候係點嘅一本書，一個人嘅經歷，講呢個人去咗一個地方揾咗一個哇係呢方面嘅一啲 OG 咁樣，或者一啲哇好犀利嘅老師去學嘢。Human Design 你係 MG， 我係顯示生產者。哦係，佢有分純生產者。係冇錯，係我都覺得你係 MG， 因為我自己都有研究啦。即係 MG 就係有你啱啱一路講嘢嗰種特質，就係幾有行動力嘅。MG 原來呢個係啊，我冇聽過呢個。即係佢係有行動力嘅，佢嘅思想同埋佢嘅行動力係吻合嘅。但係呢啲人咧，往往咧都幾精力交瘁，即係佢因為佢好想做啊嘛。咁但係人嘅時間現實真係得24小時啫嘛，有陣時未必做到，又或者有啲嘢你好想做，其實要靠好多嘢先能夠成嗰件事。佢嘅形容係咩？你係啲白羊入邊嘅黑羊，即係家族入邊，佢係咁講嘅。咁我咁聽咯，因為我都有個老師一路教我呢樣嘢，佢就介紹咗啲書俾我，我覺得係翻譯得最好，即係佢就冇咁複雜。咁如果話35咧，就其實就係將軍同埋烈士咯，即係你就有將軍同埋烈士嘅性格。我烈士係即係我覺得將軍我差少少，我覺得烈士係幾有 feel 嘅，啱聽落係就 all in 咯。試當真最尾嗰2年我 quit 咗個幕後，我就去咗。點解 quit 呢？就係我同阿修講，我話我發覺我想做音樂，但係呢，佢已經好好啊對我，佢同我搞 N9 啊嘛，即係音樂上佢知道我中意唱歌，咁同時間佢自己又有啲嘢想試。我自問可能喺唱上我都達到一定嘅標嘅。咁但係喺表演上，即係現場嘅演出上，或者喺 MV 上，真係要到達好睇啦。我得唔得呢？我而家睇翻自己，我係覺得一定係未夠好睇咯。咁我已經有一個機會唱歌，但係我嗰陣時好就係我抱住一個心態，乜都衝，有機會我就上。但我都係形容為我睇翻就係我唔識表演，我對住一個好識表演嘅人，我好大壓力。跟住經歷完呢1年之後，我就有一個好大嘅上咗一堂啦，即係究竟我要點呢？